今日帶大家睇馬鞍島央企標光樓盤，招商前海第四灣，同島上其他樓盤完全唔一樣。感興趣嘅朋友咧，睇埋呢條片，今日一次性帶大家睇埋4款主力戶型。灣區置業交通永係剛需嚟嘅，呢個樓盤咧係全島距離深中通道入口最近嘅社區，直線距離先1.5公里咋，10分鐘就可以上到橋，35分鐘直達深圳灣口岸返工啦。樓盤仲專門配咗業主專線巴士5蚊雞直達深圳，每日咧常規班次。2027年咧仲有南中城際規劃點喺附近，半個鐘頭直通廣州珠海啦，自駕遊10分鐘到中山港口碼頭，坐船有65分鐘就直達香港中港城噶啦。隨亨快線多條高速，規劃地鐵3線圍繞，無論係日常通勤返深圳啦，抑或係定期返港，出行率都好高啊！呢度咧唔係普通嘅小區綠化，係專程打造咗近百畝嘅日式藝術林園。小區外圍咧仲有13座生態公園圍繞，出門就有大笪綠地噶啦。重點講下全島唯一份配套下沉式多功能會所，入邊咧有健身房啦、瑜伽室啦、茶室啦、書房啦，全部配齊，覆蓋全年齡段休閒需求。樓下咧仲自帶咗2萬平方已經開業運營嘅濱海風情商業街。落樓就可以買餸飲茶食飯噶啦，片區嘅配套好齊全嘅，商業綜合體啦，同埋高端嘅醫療機構、小學、教育、醫療、消費一站式搞掂，開車15分鐘就可以到達南朗1+1啊、太陽城2大商圈啊，呢度生活真係好便利。而家重點拆解項目嘅4款精裝住宅，全部都係朝南嘅通透採光，最高咧可以做到97%嘅超高得房率啊，空間利潤率係遠超過周邊嘅。呢個79方嘅戶型咧係方正唔怕浪費，係2房2廳1衛，一體化客餐廳，空間利用得啱啱好啊，短期自住或者過渡都冇問題。呢個89方嘅咧係2房2廳2衛嘅，早高峰咧唔使爭洗手間啦，夠晒闊落嘅觀景陽台，2公婆或者2人世界住啱啱好啊。再講翻呢個105方嘅3房2廳2衛改善主樓盤，全屋咧有多個飄台陣送啊，收納空間係充足嘅，加3口4口居住完全夠用啊，南北對流空間闊落。仲有呢個119頂級戶型大3房嘅，樓間距咧有成100米咁遠啊，空間闊落，適合3代同堂一齊住，私密性十足。明年咧1月份就可以收樓啦，收樓之後咧簡單添埋啲家私，就可以即刻自己住啦，或者出租啦，縮短空置嘅周期。總結翻啦，招商前海第四灣獨有嘅優勢，央企開發精裝準現樓，明年1月份就可以收樓，79至到119平方，4款高實用嘅朝南戶型任你揀，近深中通道啦，往返香港、深圳好方便啊！自帶日式嘅林園啦，全島獨有嘅下沉式會所，成熟嘅商業，全維度片區嘅配套齊全，自住通勤短期收租都好啱啊！總價係100萬起步就可以上車噶啦，明年嘅1月份就可以收樓，唔使再等翻2-3年先入住。想睇樣板間同埋了解剩餘樓層同現場嘅專屬優惠，記得私信我帶你實地踩盤。